啟德商場雙子匯魚蠔燒加鐵板燒嘅日式料理，仲可以坐正鐵板師傅面前睇住佢燒。呢個二人餐包咗味噌湯同甜品，前菜可以揀2樣，我哋揀咗北海道帶子同芝士泡菜盤平燒。帶子肉質彈牙，但個汁就類似廣島燒汁，酸酸地，結果唔係太食到帶子嘅鮮味。團明燒反而有驚喜，個蛋煎得幾嫩滑，入面有芝士同少少辣嘅泡菜，味道食落有層次。主食都係揀2樣，我哋揀咗澳洲黑安格斯牛同海鮮廣島燒。牛有配蒜片鹽，食落比較有咬口，有啲就比較韌。海鮮廣島燒面頭帶有帶子、蠔、蝦各1個，全部肉質都彈牙。蠔同埋個廣島燒汁最夾，個汁夠晒濃味，睇得出師傅係用心機整個廣島燒，新鮮上碟。餐廳旁邊就係空中花園，可以俯瞰成個啟德，好似模擬城市咁樣。香港都有好靚嘅地方㗎。